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中東戰火雖然暫停咗2個星期，但國際油價仍然高企。截至4月10日，每桶原油仍然徘徊喺98美元左右。香港作為一個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嘅地方，正承受住前所未有嘅輸入型通脹壓力。大家最直接感受到嘅就係汽油同柴油價格上升。汽油零售價早已升穿30元大關，位列全球榜首。商用車輛用嘅柴油亦喺短短1個多月內密集上調咗10幾次。呢個情況對依賴車輛謀生嘅人影響最大，例如紅色小巴司機、校巴司機、貨車司機同物流從業員，成本大幅上升，收入自然減少。但油價上升嘅影響其實遠遠唔止交通運輸行業，有好多香港人可能較少留意到，其他行業同日常生活都已經開始受波及。首先，電力同能源開支，兩電燃料調整費開始回升。中電4月份已經按月增加1.53%，係自去年1月以來首次調升。呢個變化會直接影響工商業同住戶嘅電費開支，長遠可能推高整體物價。其次，洗衣行業，俗稱紅油嘅免稅工業，柴油價格上升近3倍。好多洗衣廠反映，洗1件蝕2件，已經有部分工廠暫停接收新訂單，並凍結人手。呢個情況可能會影響醫院、酒店、餐廳同住宅大廈嘅清洗服務，最終成本可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第三，物流同供應鏈，運輸成本上升，會令進口貨品同本地配送費用增加。超市、餐飲同零售行業都可能面對更高進貨價。市民日常買餸、食飯、外賣等開支都有機會慢慢上升。第四，漁業同食品供應，漁船用嘅柴油價格大升，部分漁船已經停航，捕魚量減少，可能導致海鮮供應減少同價格上升。香港好多食品都靠進口，物流成本增加，最終都會反映到餐桌上面。第五，建築同製造業，建材運輸同機械運作都需要柴油，成本上升會推高工程造價同部分產品價格。醫藥方面，亦有報道指部分藥物因運輸成本增加而輕微上漲。政府昨日4月9日已經果斷出手，宣布每公升補貼柴油3元，同埋寬減商用車輛、隧道費等4項臨時支援措施，涉及接近20億元公帑。呢個方案主要針對受影響最嚴重嘅運輸同物流行業，希望減輕佢哋嘅營運壓力，間接穩定物價同服務供應。不過，補貼只能救急2個月。長遠嚟講，如果油價持續高企，而香港油市嘅結構問題，例如5大油公司高度集中，冇得到解決，市民日常生活成本仍然會面對壓力。過去油價波動時，香港都曾經出現類似情況，例如運輸成本上升，推高物價。但今次因為中東局勢，影響範圍更廣。總括嚟講，油價高企唔單止影響車主同司機，更會透過供應鏈慢慢傳導到電力、洗衣、物流、食品、建築等好多行業，最終由普通市民承受。政府今次反應較快，推出針對性措施係一個積極嘅開始，但長遠如何平衡市場競爭同民生保障，仍然係需要繼續留意嘅課題。以上係關於中東油價高企同香港政府推出柴油補貼措施嘅報導。多謝大家收聽。